大家好，好耐冇講另類新舊聞，今日講4單另類趣聞，特別係最後嗰單，聽好啦，唔准笑人㗎。我唔係好舒服啊，把聲同條氣都唔係幾掂。趣聞一，話說喺25年，因為華家沙吹襲啊，珠海市喺當日嘅中午12點鐘開始就已經全面停工、停課、停運、停業，乜都停晒㗎啦。就喺第二晚先解除。咁喺呢個風吹到乒乒乓乓，全市仲停緊嘅凌晨，有一個男人唔理3721，踩住個單車，冒住非一般嘅風雨都要出去，結果喺狂風暴雨之中跌倒，令到雀巢受傷。報道話，雀巢受傷呢個男人，佢忍住雀巢爆裂嘅痛楚，自己返屋企打電話叫急救。當時大風到企都有難度啊！咁珠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急症科醫生陳斌啊，就喺凌晨嘅3點幾，冒住狂風大雨去出呢個急症啦。發現傷者右邊嘅雀巢血腫非常之嚴重啊！喺送院途中已經緊急準備好泌尿外科同手術室，準備同佢做手術。好彩就嚟得切，保住佢粒雀巢啊！你話咩咁重要呢？嗬，吹住咁行嘅風都要出去。打風去開台，我哋以前興嘅喎，打風走去打麻雀嘅喎。人哋屋企冇電話，冇理由嘅，隔離屋都有啩。最耐人尋味嘅就係佢究竟係點樣中嘅咧？會唔會係太大風，企喺度踩快啲啊？點知風大得滯，吹甩咗個座包？我覺得呢一個近似啦。你哋話咧？你哋又覺得點咧？定係認為佢應該係中咗個撩陰腿呢？記得留言話我知喎。不過真係有咁啱得咁巧㗎。我以前聽我契老爺講過一單嘢啊。佢喺香港嘅時候啊，佢住嗰條村有一個妹仔就踩住個客家佬。幾十年前仲有好多爛路㗎嘛，咁啊蹬下蹬下拋下拋下，嗰堂太就揸唔實啦，一撞就成個拋咗出去。咁啱就有隻牛喺佢前邊喎，嗰個妹仔個妹啊就坐正喺個牛角尖上邊，勾住個妹仔個妹啊。我契老爺話佢親眼見到㗎，幾鬼慘啊！真係。第二單就係發生喺2017年。我問下你哋，你哋同你另一半擂台切磋，喺個過程裏邊想刺激啲，你哋會去到幾盡？喺印尼東爪哇，當地一個43歲嘅男人，佢為咗爽下，佢特登就塞咗支同佢咁上下嘅牙刷入弟弟裏邊，就喺輕輕含含嗰陣，突然間啪一聲喎。咦，好似有嘢斷咗咁嘅聲喎，死咯！唔知係咪撻 Q 啊？雖然嗰陣佢已經痛到趴街啦，但係佢都忍咗12個鐘先去揾醫生啊！唉，難為啊弟弟已經腫到成隻茄子咁嘅樣啊！醫生話呢一隻茄子就係弟弟骨折嘅典型症狀。醫生就問個男人啦：點解搞成咁嘅咧？佢都好老實同醫生講喎：大夫，我喺弟弟上邊開咗個窿。就塞咗支牙刷入去，跟住就坐斷咗啦。哦，原來係坐斷嘅。我即係輕輕含含嗰陣，牙刷斷，弟弟跟住斷咯。佢可能諗住唞下冇事啊，咁就等咗12粒鐘啊，黐鬼線嘅。跟住個男人做咗手術之後，住咗3日醫院就出院啦。1個月後復診，已經可以正常屙鼠啦。亦都冇乜後遺症，醫生就提醒弟弟骨折係會發生㗎，發生咗就喳喳臨揾醫生，唔好拖啦。哦，真係咁都夠膽死嘅喎，幾廿歲人，佢冇諗過會同條女穿住嘅喎，咁啊穿住咗點算咧？係嘛？要揾人幫手啊，都穿住咗，唔痛嘅咩嚇？開個窿喎，大佬啊，喺隻雀個樹喎，哇，真係恐怖啊！點啊？聽完之後，有冇對隻茄子出現生理嘅反應啊？想嘔都係生理反應嚟嘅喎，真係潮流興 DIY 啊！呢一單啱啱發生嘅又係 DIY。內地有個男仔啊，誤以為自信係嚟自雄風啊，於是就上網隨隨便便咁買咗一啲唔係醫療嘅矽膠，然之後自己打落去阿弟弟嗰度啊，有冇搞錯啊？我自己挑刺啊，都驚到鬼咁樣啊！哇，仲篤落個地度啊！唔好講笑啊！咁結果就搞到要去醫院啦。初初醫生去睇佢嗰陣啊，佢個細佬啊，
阿弟弟已經又臭又爛又有膿，嚴重感染啊！腫嘅程度根本都唔知道嗰兜嘢仲用唔用得嘅。教授醫生團隊同佢抽膿，清除壞死嘅組織，喺阿細佬皮下同佢抽咗百幾克矽膠。醫生話佢細佬嚴重感染啊，部分矽膠搞到皮膚缺血壞死啊，成隻弟弟嚴重潰爛，因為係佢自己注射啊嘛，佢打入去嗰個過程打傷咗弟弟血管同神經啊。醫生話佢弟弟功能會下降，下降都嚟講，咁搞法仲要唔要得㗎？醫生就話佢好彩冇傷到海綿體，咁啊弟弟個功能可能有機會慢慢恢復咁話喎，真係好揈唔揈啊呢次啊！咁鬼大膽自己打針啊！我自己挑條刺咋，都驚到我死啊！我啊最怕嗰支針啊，最好就唔好俾我見到佢，仲話自己打喎，我雞皮都起晒啊！大佬，整咩咁唔知死嘅呢啲人啊？自己身體嚟噶嘛，咁樣搞法，陣間成抽唔要得咪仲死嗬？時代進步啊，人腦唔進步啊，死唔死啊？你話？好啦，最後一單啦。報道話喺2024年，黎巴嫩發生咗一單離奇食物中毒。一個男人同老婆比武完之後，突然間又屙又嘔，細佬仲腫埋。經過化驗之後，個男人係食物中毒，阿弟弟都食物中毒喎。醫學文獻係第一單病例啊。報道話呢個38歲嘅已婚男人有2個仔女，佢同醫生講，佢個弟弟又紅又腫，赤赤痛，已經成個禮拜啦。醫生檢查佢弟弟，見到表面有結焦，就攞啲組織去化驗，就驗出蠟狀芽孢桿菌，又叫做仙人掌桿菌。呢一種菌會出現喺食物放得太耐，譬如好似話啲飯餸加熱啦。醫生仲話呢個病例不尋常感染啊！個男人弟弟腫之前係同老婆比過武㗎，比完武之後又屙又嘔，晚飯成家人都有食㗎，但係老婆冇事喎。咁當晚嗰場賽事細佬都冇損傷㗎。醫生就懷疑男人係因為嘔吐物整咗落皮膚嗰度啊，即係嘔咗落隻雀度啊，係唔係㗎？咁如果係咁，佢老婆冇理由冇事嘅。定係佢攞隻雀嚟撩嗰啲飯啊？其實即係腸胃炎咯。呢一種菌喺美國1年就有6萬幾宗噶啦。呢一種中毒，佢哋叫做炒飯綜合症候群啊。因為煮熟咗啲飯放喺溫室太耐而產生毒素，而呢一種毒素喺翻熱過程係唔會殺到嘅，食咗落肚就會又屙又嘔，同埋呢個毒素食咗落肚之後30分鐘就會有明顯唔舒服。而 NHS 就話中咗呢種菌嘅中毒症狀通常會持續24小時。話腸胃炎好鬼慘㗎，我以前1年幾次㗎，好鬼冇陰功㗎，辛苦到命都冇啊！咁好啦，聽咗之後大家玩得小心啲，食得安全啲啦。今日就係咁，多謝收聽另類新舊聞，我哋下次見。